台南店的所在李南桥台基文教基金会，伫咧咱即个逐年拢举办的即个世界母语日活动吼，今年真特别，就是举办有影讲台语的即个台语短片的评选。今日就是咱即个台南场的颁奖典礼，加兼世界母语日座谈的活动。而咱即来说啥，看众朋友欢迎当来参与，来互相对咱即个台湾的族群的母语，安怎用母语来生活，用母语来创作，用母语来实践，咱用要来听即几位朋友、少年朋友的即个分享。伫咧即个内省呢，咱上头先要来举行的即个部分，就是颁奖的部分。回避。好啦，你什么人要操作电脑？这个是。来看迄个。先颁奖，等下甲看去。等下甲看咱即个伫咧今年呢，有影讲台语的即个台语短片评选活动内底，短一个月时间，有127支影片来参加咱即个评选的活动。这127支影片内底，咱拢总选出12支的即个评审奖，搁有FB 分享起赞的即个人气前10名，咱嘛有即个奖品评审奖的部分是有奖金今日即个127支内底，唯一一支即个台南地区台南场的即个得奖人就咱伫咱的现场啦咱即马先来进行咱即个颁奖的部分咱即个得奖的是 FB 粉红色小屋咱即个达朗甲芳芳咱请达朗甲芳芳来到头前嘿歹势，咱徛即边嘿咱真欢喜由咱这少年的朋友来摕到咱这有影讲台语评审奖其中的一位咱即马就来请李南桥台语文教基金会的董事，咱的即个台南的李文正议员来担任颁奖人。咱等下来欣赏咱即个得奖的影片真感谢咱达朗芳芳来参加等下嘛会有因的座谈的部分咱是毋是请咱的文正兄嘛甲咱讲几句话勉励一下。真欢喜今仔日是咱李南桥文教基金会举办即个有影有声即个影片的即个精选的比赛活动，咱嘛真恭喜即个芳芳和达拉讲得咁对。当我看到芳芳的时阵，我是讲伊这是参加国小组的啦。我讲无是高中的，讲伊研究所毕业实在是看袂出来安尼小小的年纪会当安尼来参与即款的即个工课即款的比赛会使讲真无简单啦我想咱即个台语文的即个活动即个推广政策啦当然毋是敢若台语文尔咱即届咱嘛看到原住民含客家伫即个12年国教的公听会中间因拢大声来伫咧争取呼吁，就是讲爱甲即个母语列入去正式的课程的内底。因我伫议会内底我嘛有2个原住民的议员啦，即个原住民的议员不管是国民党还是讲无党的，一个蔡玉基议员阿美族的，一个古木哈酒伊是泰雅族的。因伫议会内底，因有哪拢安尼真大声来伫咧呼吁政府一定爱甲即个原住民的母语列入去正式的课程的内底。搁再客家
吼，从咱台南市有女男客家同乡会，客家协会，会使讲有若是一个真庞大的即个组织，因拢有若一直来咧争取讲即个客家语言有哪列入去正式的课程内底。过去呢，统治者用即个语言来甲咱分化，因为伊甲即个客家含原住民讲，你也看咧，这母语就是台语，台语就是台湾人，这就是河洛三分主义，伊就用安尼来甲咱分化，所以即个客家人对台湾人袂相信，原住民对台湾人也袂相信，因为伫迄个时阵即个资讯较无遐尼普遍。但是呢，即摆咱甲看到就是讲，即个时机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即摆客家人、原住民，甚至伫昨昏的中间即个原住民伫全台湾的即个原住民的部落，拢咧即个就是讲起火啦，即个用即个烟来表示原住民的主权表示即个原住民因的即个部落，因的主权，因的母语，因要独立，要对即个政府独立出来，所以即马即个争取母语，成做即个咱正式的教育，的一部分，即款的一个民意呢，已经是真成熟所以咱若是讲做一个政治人物，若是阁看无即款的局势。搁伫遐咧听候讲时机还未成熟，时机若到，时机若到，那安尼时阵咱就无可能咱就会到遮个即个时机一直安尼怎拖落去这对咱即个台湾的一个母语的即款的发展这个是相当的即个不利咱看到讲即届九合一的选举少年人普遍的觉醒即马。咱的即个政治人物，咱的主政者，伊就爱即个带头，伊就爱即个来领导，会当来甲即个母语，会当来甲恢复，母语恢复，咱的国家就恢复，咱的主权就恢复，咱的文化就恢复，咱的精神就恢复，咱的灵魂就恢复，就亲像讲，咱台湾的即个青山绿水，伊就会恢复，所以，这个工作呢，非常的这个要紧。当然，咱即马嘛爱搁再继续来努力，继续来推动。因为咱台湾的母语推动若要成功，因为足简单，咱就爱有这个利益的关系啦。你像今仔日咱足侪咱的家长，足侪人来遮咧看册，咱要希望会当对遮个册内底得到较侪财物。但是呢，咱若是讲，要让台湾的母语会当安尼一直来生传，咱一定就爱来推广即个罗马字啦，推广即个白话字，咱一定要有即个白话字成做咱的主流的文字。但是咱来讲可能会更较困难，即个工序会更较大。但是即个主流的文字白话字成做主流的文字。含咱的教育、母语的教育会当正常化，这个是互相连结的，因为咱若要用汉字的时阵，咱是无可能去救咱的母语，咱若是继续用汉字的时阵，咱的母语，绝对会一个一个，紧慢一步一步渐渐踏入死亡的界线啦，咱若是讲用即个白话字的时阵，咱毋定讲会当互咱的母语来恢复，咱嘛会当互咱的囡仔真紧来国际化。咱毋茫讲咱的囡仔会当学着世界的语言，会当含世界三只。咱就一定爱用即个白话字，爱用即个罗马字。你像讲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其实我所接受的教育的程度嘛无悬，毋过自从我捌白话字了后。白话字成做我生活的重心，成做我的基础。然后我会当对白话字来认捌台湾的文化，然后我嘛会当来学着其他语言，也是讲搁再来捌即个较侪遮的一寡知识财物，所以我的孙即马我嘛2个孙一个2岁，2岁多，一个大4个月。
哦，我即摆就是讲，咱对囡仔呢，咱就来甲教白话字，哦，因为安那呢，咱咧学白话字足简单呢，哦，你伫生活的中间，伫佚佗中间，咱拿呢26个字母，因为总是呢以后伊嘛一定爱学着这26个字母啊，哦，所以咱应该就爱先互咱的囡仔来学这个罗马字母，哦，然后呢来成做伊的基础，以后的时阵。 咱来用即个罗马字来成做咱主要学习的一个文字，哦，然后以后即个汉字是成做一个辅助，吼，因为伫咱的生活的环境内底，吼，咱即个汉字啊，吼，年久未深，吼，咱渐渐，吼，咱一定绝对啊，会愈来愈好，无可能愈来愈歹，因为咱的四周围拢是汉字嘛，吼，所以即款的一个观念，吼，我有真深的一个感触。 哦，所以我伫议会内底，我有拿会积极来推动，吼，就是讲咱做伙搁再继续拍拼，因为最主要，咱的母语要成功，就是爱，互咱的家长，互咱的台湾人感觉讲，即个对我是有利益的，因为即摆大家拢考试啊，都无咧考即个母语咧，吼，即摆考试你就是爱去读汉字咧，哦，去读遮个一寡现有的遮个教育的即个物件，哦，所以大家。 虽然知影讲母语足重要，不过呢，即个咱的母语的发展嘛，拄着真侪即个阻碍。我伫遮嘛，搁和大家分享，迄像我昨昏去参加关护协会的即个大会时阵，一个即个邓老师啊，伊掠到做辅导主任，伊真钦佩讲，我伫即个脸书的顶面，我拢用即个台语，我甚至搁用罗马字，所以其实啊。 哦，咱不管讲咱做政治人物也好，还是讲咱做任何的事业也好，我较白咧，咱就是爱和别人无共款啦。大家讲安尼对毋对啊？哦，因为你若和大家共款，就无啥物特色嘛。吼，你就无你的一个特色嘛。哦，所以真侪人拢奇怪文章啊，你写我看无啊，吼，你写我就爱伫遐摇伫遐。吼，毋过呢，我惊去到倒一搭，吼，就是讲即马大家对我的一个。 人物就是讲哇，文静啊吼，这就是推动本土，吼，推动母语，吼，一个上界坚持的民意代表啦，吼，安尼咱有骄傲无？吼，所以这个有当时啊吼，咱往往啊，咱拢会世俗化，这个台语人看无，咱所以就爱用这个人看有的这一寡，吼，用看有的这款的一个文字，吼，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吼，利用咱。 这个理工科技基金会举办这个有声有影的这个征文的这款的一个活动比赛吼，伫遮即啊，咱大家三甲勉励啦吼。虽然咱大家拢是苦来啦，总是呢，咱一定爱这个团结吼，咱这个继续努力吼，继续拍拼。 好因为我阁有一寡代志吼，即摆王总嘛来啊啦吼，好真正祝咱即个活动成功圆满，大家咱母语一定要咱出头天来讲对毋对啊？吼，咱就是爱大家对咱吼拍拼安尼，多谢多谢。感谢文正兄的勉励分享。咱即个阮即个资料内底吼，有一份即个黄色的纸即张吼，这是迄个咱有一篇台湾南山社长张福柱医生所写的世界母语日吼，世界母语日搁兼纪念日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要互大家来参考，上主要是因为伊用真白话口语的方式去写台语。 互咱知影咱世界母语日的背景、精神、宗旨，然后上尾阁有一个纪念日的题诗吼，上届落尾阮阁附一寡推荐的台语网络资源，意思是希望讲，互大家，假使你是以早毋捌接触过任何台语的有关读台语、写台语这方面的即个物件，嘛不要紧，你摕即个资料，你会当去遮个网站来看，有台语词典啦，有台语的输入法啦，还是讲有台语。 即个影音资料教材即个网站收伫即个纸内底互咱大家来参考。甚至咱若准讲有想要来进一步读台语册你若感觉无啥物管道，你嘛会当来参加咱遮有咧一寡即个台湾各地的一寡读册会，甲有一寡基本的基金会，还是讲其他的团体出的台语文的出版品
吼，这拢是淡薄粗算做讲入门的资料啦吼，互大家来参考安尼。咱即个今日真欢喜有即个文件兄以外，阁有即个洪传兄吼，嘛来到咱现场，拢是真热心来协办咱即个活动吼的重要的人物吼。咱即摆就先阁麻烦咱洪传兄吼，简单来第四节，来大家第一节，多来。多谢公会会当讲吼，伊是伊嘛是我东吴大学的学妹当当时吼，我先学生运动做即个东吴大学的即个学生会会长迄时包括现场还有一个我的启蒙大哥吼，阿仁老师很厉害吼，那时候那个年代真的是在历史的转捩点吼。迄个时阵阮即个理想性很高吼，我伫大学的时阵了后我嘛搁伫特别伫学校内底搁创办一个叫做台湾文化研究社吼，迄嘛是首要迄个拄仔第一个即个东吴大学的一个社团吼，所以讲当时我也感受着讲吼母语的重要虽然已经过25天吼，但是由远到近吼，咱会感觉讲即个危机搁即个迫切感愈来愈紧凑吼，愈来愈危险的点吼，尤其咱的即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嘛，你这一个研究大家嘛知影吼，世界的即个语言吼，会当讲吼，可能伊无偌久的之内就有一半以上吼，拢会全部消失吼，甚至包括咱台湾虽然小小一个台湾，但是有可能连内底即个客语吼，甚至连咱的台语嘛，有可能几当来拢会消失去，这是真正是一个足大的即个危机吼。包括咱的囡仔后一代，可能台语拢无啥会晓讲吼。我迄个时代吼，人讲我是迄个国民党执政迄个时代吼，阮教育起来，所以我是去到大学的时阵吼。就较慢慢咧练台语，你知？吼，以前吼，迄个台语佫讲无啥会练转吼，入去大学了后，佫开始哇，咱迄个意识拢觉醒起来就对啊。为什么安尼？因为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刚刚现在这个孩子们他们很幸福，你做幸福诶，多元的社会，多元的可以让他自己选择。但是讲起来嘛，无一定是好就是讲当他接触部分区块但是讲伊的认知里面有可能对了这个文化语言对咧消失去所以讲伫遮非常欢喜今仔有真济今仔这个前辈每一个来我都真的是今天有幸来到这里拢是咱的前辈真正拢都这么简单佮包括嘛迄个很多的老师佮有咱陈振雄老师各位这个电流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主笔对着咱这个无论是基层公民社团的力量这个导力，也是讲咱的这个台语的这个推动这个保存拢非常的用心的各位承办所以借这个机会嘛感谢现场所有这些好朋友希望大家共同的努力对进一步互咱这个母语会当来进一步过来互咱后一代慢互伊长去所以大家拢知影讲我在3月19号要参选这个民进党的那个党内初选民调所以虽然今天是谈这个了其实但是我还是要做一下宣传，与这行外力量有关我里外主文宣内底我的政见我的政见第一条我就是将来有机会入国会内底，我就是要来推动，一定要直接立法，直接推动立法将咱这个世界母语日，咱买当台湾买当世界买当立法，用一个台湾的母语日你有一个纪念日敢若上个礼拜纪念日共款有一个纪念日，咱的后一代囡仔伊较有记忆，伊较知伊的意义。袂总因为安尼消失去所以这点我相信我嘛做会到，嘛相信有真济未来的国会立法委员，伊嘛拢有这个体会所以讲大家共同的努力感谢现场所有的先辈所有好朋友，多谢您，谢谢，多来。感谢咱的王传兄咱地属到遮大家感觉忝嘛袂？咱还阁有第3位的地属这个
来宾啦，嘛毋是来宾吼，其实就是咱主办单位吼。咱来请咱的即个现场坐作家内底，吼，即个嘛是作家，毋过呢，主要是咱闽南个台语文化基金会吼，特别20年来吼，的即个开拓的上界主要的即个正向基金吼，咱的陈明义老师来，咱请伊致辞前吼。我在做真济老朋友吼，咱无语言吼是一个全世界啦吼，全世界吼，你拢知影无语即个来源啊，我莫搁讲啦吼，即个一遮尔孟加拉遮尔弱势的国家都开始有无语言啦，何况咱吼。我昨昏来台南嘛，因为昨昏即个朋友吼，教会朋友。跳去看电影，看这个革命先进行式吼，苏明的故事。当然，苏明先生的代志吼，伊的这个先生爱是安怎精神安怎，迄拢会晓讨论。不过重点的是，国手会讲，有成功无啦？有成功无啦？我以上精神，吼，咱拢足感情，无毋对，大家拢足感情，足种配合，毋过有成功无？咱即卖台湾人吼，莫讲什么道德政策啦，拢无咧讲教会志，啥物会成功，安怎会成功？咱即卖人台湾已经咧反转啦，这个社会已经咧反转啦，毋是咱有思维，即卖一寡政治现象嘛咧改变啦，嘛咧甲反转啦。毋过咱有成功，因为李光桥目的就是讲要用台语文，吼，发展台语文书写正宗化。种种物件，毋过甲今仔日台湾社会也是阿萨布鲁，安怎阿萨布鲁者？前几工有一个新闻，讲南投有一个做事人用台语字发明一寡字安尼，伊是毋是咧耍？今仔日个《自由时报》连连办有一个台乐会蒋日营就写讲，莫阁耍啊！你今日要用汉语怎么耍吼？耍久吼，迄拢是毋是主流啦，毋是主流啦。上界好笑的，即摆人看到汉语讲迄中文啦，汉语跟中文有什么关系呢？中文是中国文呢，中国当时有诶，中国是推翻满清料到中国的呢。古早时代用这咱即摆的这个汉字吼，就是原体汉字啦，伊讲繁体字啦，是颜体字啦，不是讲繁体字啦，吼，原体汉字，迄是古早时代呢。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变简化字啊呢。因个字间拢无共呢，迄个最起才叫中文呢，迄毋是简体字哦，简体字，迄个名称叫简化字，简体字是咱的字内面有全部简体，所以伊是简化字。所以咱这么看到这汉语公是中文，这是笑话嘛，笑话嘛。什么时候中文用这个写过？清国的时代呢，我迄也无中国的名，有中国的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因用的是汉语无共甲汉语当作中文。最近我嘛是拢安尼讲啊，迄就是笑话。现在咱台湾人一直咧笑话，一直咧发生，因为咱拢认为汉语这是字，咱是经过全国、经过日本人，拄我拢是汉语的国家。我无讲汉语无好，我无安尼讲，我个人嘛真爱写汉语，毋过迄毋是个方便的，毋是方便的书写工具，伊现代化、是世界化、是电脑化、资讯化。的时代，今日真心诚两个囡仔吼，你讲教的台湾话吼，对毋对，是毋是，迄拢会当讨论，吼，心情就好，有人伊心情就好。即摆囡仔有即摆囡仔台语的语类、语法，囡仔耍，这好处，这真好。毋过，咱老实讲，每一个作文，伊伫正经的学术底的、教育底的，也是要有一个规范。毋过咱长久以来，咱拢无主政，咱拢是被实民。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实民政权，毋是台湾人，是中华民国体制。迄落甲你规定写军事的，规定啥物，就是咱的这个，咱就变做国语，变做国语。这有啥物根据？有啥物根据？咱多数人的话，毋是国语，咱在座的毋是。莫讲毋是国语啦，连 official language 都毋是，连官方语言都毋是。咱
社会，咱的媒体你甲看，规个媒体8到10趴是用免对你讲的。咱的媒体电台吼，甲地方电台靠咧讲台语，啊毋过佮讲一遍，咱讲的台语有水气无？有正确。当然，你袂使要求较济，欢喜好，但是伫学术上，咱要教育上，咱爱是要照顾来，爱是要照顾来。咱有咱的语法、文法，咱敢有法读过语法、文法？甲你讲，我定来问一句话讲，我定来问一个足简单的问题啦。讲你敢知影，迄个高甲低差别，真高甲真低差别。大家讲我真高就比较好啦，啊真低就比较多啦，安怎讲几波吼？我问讲，你敢知影英语有迄个 money 敢 match？money 敢 match？ 会好？按讲有啊，迄个 money 就可数的啊，啊 match 不可数啊。我啊对啊，啊高甲低嘛共款啊，高就是不可数啊，低是可数的。啊你若毋知，啊就无教嘛，无教嘛。抽象可数的搁教嘛，不可数的再教嘛，啊具体可数的这嘛。啊是咱英语你会晓，台语你会晓，啊无教啊，无教啊。所以咱若无政府，若无是安怎？咱的国语英语会当4、5节，是咱家己语言才1节，搁40分钟，这敢有公道？台湾囡仔无咧教，无迄语言吼，语言是爱学的咧。咱敢听，甲你讲，袂晓写，袂晓读，啊嘛讲袂水气啦，嘛袂讲袂水气啦。做一个，你来讲，德国囡仔讲袂晓讲德国话，咱敢要信？日本囡仔袂晓讲日本话，敢要信？啊，台湾囡仔袂晓讲台湾话，要信无？要信。啊，是啦，这无奇怪，这无奇怪。所以这个社会吼，咱做母语人吼，是要甲大家讲，即马吼，这个时代是一个翻转的时代。即马这甲男女嘛无关系啊，什么拢无关系啊，大家爱这个观念。哦，你请你来，即马讲这是笑死人啊啦，这今年来讲这是笑死人啊啦。但是咱台湾需要啥？咱台湾要咱徛起来，咱台湾要有尊严。我今年60岁，我这台吼拢100只啦，因为好对无？咱后生共款吼，最后有啊无，阮这大哥，阮这前辈，林明显离啊，在落去面头，嘛是做一世人在落去面。我拢啊结果咧，哦当然，咱有我知影咱有拍拼过，毋过就是无成功嘛。啊，咱即马敢袂使讲用无成功来互我讲我真拍拼，歹势吼，因为事实就是结果嘛。哦，啊，咱是毋是爱思考讲有啥物方法会当成功？若咱这个会袂使，咱就教下一代嘛。我看到迄影片内面，出面我想甲即个少年囡仔讲，迄个我即个过来拢看恁安怎？我咧讲，歹势，我歹势讲这废话，毋敢讲。啊，无要安怎？啊，无是要安怎？啊，无是要安怎？迄这时代就是安尼嘛，你有讲无讲，无啥物差别啦。我感动，我安尼好笑。啊，第我讲的，这是感情啦，感情面啦，我无咧讲对毋对啦，感情面，但是咱咧讲实际面，就是爱咱较济人，认为讲这是对的。你毋是来遮尔咧，你爱甲校长讲，甲市长讲，甲总统讲，甲议员讲，甲你大家讲是按照咱的语言干那1节，歹1节，啊是咱要用咱的语言教册，教学语言。我教英语，教数学，咱遮一个林明快教授，伊教化学甲物理，嘛是用台语啊，嘛是教好势好势啊，是安怎袂使？是安怎袂使？这毋是干咱母语尔，爱用母语来教学，毋是干咱规这母语毋是安尼尔。台湾人就是，你若讲要用这合法啦，原住民嘅法啦，教学，我嘛是赞成。我毋是讲一定爱学，总是你袂使用一个，咱甲咱无关系的话，咱就是咱的所谓母语，变做咱的语言，迄是民者带来少数人语言，才变做咱的国语，这敢有公道？因为当28，你讲传承正义，你讲公道，敢有向咱语言的公道？咱人往死的人，遐济人，到即马连台南市要甲迄个蒋介石的铜像摕掉，咱嘛咧骂，讲为什么要搞这个？为什么要整介石的铜像？问题是遮，毋是讲问题，毋是咱甲破坏，还是要刷掉呢？是为什么会有啊？军工蒋介石有非常伟大，啊，我不叫立铜像地安尼啊。
真讲是足伟大个国民，嘛无需要规个拢是个同乡啊，咁无需要安尼。啊，你无讲是安尼遐济出来讲阮，咱甲刷掉，还是讲讲个不正当，那个泼墨讲不正当，啊是啊，你是爱再查个啊，啊规个拢查个啊，迄就是无是非嘛，敢是安尼？无是非嘛。即摆就伊广告，我看一只我毋免讲啊，我拢毋免讲啊，但我怎么讲就等都搞坏个。啊，对我挑出来讲，是安怎爱为同乡甲讲？拄啊好尔嘛，摕只拄啊好尔，敢毋是安尼？所以吼，我毋知讲，咱莫开始，莫干那讨论。真侪人问我啊，这哦，咱问我，你字汉字安怎写？字安怎写？我敢知影甲你讲这，讲四十几百年，我咧讲汉字安怎写？食饱伤营养，食饱伤营养，对吧？所以吼，拍开个头壳，拍开个头壳，文字就是。描写语言的符号，用来描写语言的符号，啊，若愈简单愈好学的，就愈省时间，啊，愈世界化，安尼尔。啊，你若讲你个人对文字有啥物爱好，我尊重，我尊重。啊，但是咱无意思吼，就是要讲，我出来在座这是大人，我甲你讲，你莫对你的囡仔讲伊的话，你的囡仔若讲啥，你讲我听无，你甲阿爸甲讲我的话，我才听有。你莫顺利，即嘛台湾拢讲囡仔话啊，你知影无？迄敬神讲拜拜啦，迄拜拜是囡仔话咧，讲要来拜拜啦，要来拜神，要来敬神啦。甲你讲要拜拜，迄就囡仔话啦。即嘛查某负责人都我这包拿来，迄包囡仔话啦，迄叫皮包啦，很多把久啦。啊，都甲囡仔讲，我是要讲囡仔话，迄大人讲囡仔话咧，即个社会吼，你安尼耍可爱些，我毋知影吼。但是我甲你讲，一个小小问题，咱就甲你讲，咱台湾吼是一个讲代志，无咧讲现实甲现在化，还佫像是古早，咱这对时代，咱少年咧反转咧迄落啊，咱嘛了学一下。哦，今仔日伫遮吼，啊，甲大家分享，我毋是要教示大家是咧讲啥，我是讲甲大家分享讲，你工作的目的，毋是私人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公共事务，就是讲要做台语文安怎标准化，啊来书写。来创作，最大的奇迹就是讲，咱台语吼已经从压迫几啊年，这个咧，毋通咧写尔，搁发展文学创作，要死个话会当，这嘛台语文写出是足侪人安尼，要作家足侪安尼，作家小李今年才内面变会长吼，就台语作家会长，哦，今年咧只吼，就是讲鼓励大家，你若要写，来参加，哦，台文必会，但是就是这作家的一会啦。啊，即摆人也无济，啊嘛，我希望大家来写来参加，像即两个少年，我邀请来入会安尼吼，邀请来入会安尼吼，啊，咱入会吼，入会是第一，嘛一个公营，啊第二嘛是一个义务，嘛表示咱要做工课，啊目的就是要台湾去参加世界比赛，目的是咱，我讲想一下，今日做我大家主办单位吼，你讲叫机会，甲大家吼，啊，谢谢咱讲来遮多谢。咱世界母语日的目的到底是啥物？有个人讲啊，这个连续3天的这个连续假期吼，是要庆祝日办啦吼。啊，咱讲这个2月2日吼，世界母语日虽然讲无休假吼，不过这是一个咱来纪念的日子啦。吼，安怎讲纪念？纪念甲庆祝有啥物无共？昨昏我参加一个活动。一个台湾历史教授的咧真感慨讲，像228安尼的一个国殞日吼，即个全国足侪人丧失性命，家庭拆破的安尼的一个日子，照讲应该是爱纪念，但是莫休假，因为你若休假落连续假期落，大家敢若一直伫遐咧计划讲啊，我即3天要去佗佚佗，就无啥物可能性，也是讲即个去想讲。即个日子是啥物意义？当然休假就好啦吼，大家拢真爱休困。毋过就是即个对即个遮尔啊重大的日子，像世界母语日，其实嘛是应该伫咱即个台湾族群各族群的母语，拢有即个灭亡的即种苗头的即个时阵，其实咱嘛
可能会当来吹杀吼，这我个人想法啦，就讲来吹杀世界母语日嘛，诚做咱国家内底真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因为咱的台湾国族群的母语受到过去的统治者的即种不当的、无适当的语言政策，已经互咱的国族群语言到伫一个，无论是你要安怎去救，可能嘛救袂转来的即款的惨境的时阵，用安尼来讲，今日咱活动要举办的一个足重要出发点，就是谁人要办有影讲台语，事实上，即个活动虽然伫网络有引起侪人的关注，嘛有百几支影片来参加，参加者又搁大部分拢是真少年的，亲像咱今日的即个领奖的，家人甲同行共款，其实大部分拢差不多20几岁、30几岁安尼的一寡少年人来参与，安尼的状况当然互咱感觉主办单位感觉足好啦就是讲。有达到咱基本的一个诉求，就是讲，嘛，搁较侪少年辈来注重咱家己语言的即个状况。咱今日即个活动，事实上，虽望讲咱在场真侪即个有可能是第一届来接触的第一届来参加即类活动。我想就是真望讲，透过等下的即个座谈的过程，大家会当搁较去思考家己甲即个语言的关系。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即个意见？嘛有即个效果出来。咱在座嘛真侪即个咱的台语文学界的即个先辈时间关系可能无法度互咱来伊讲话啦毋过我也是简单讲者咱即个国宝级的先讲好啊，国宝级的咱这王艺明报的伊这。